面前有幾多想回信？如果我為到當初一切信念做過諾言，但有幾多可實踐？請記住臨睡覺，連明日未到都有天，有一天，圓月在變一彎月，雲浪在變千滿雲。從晨至今有想唱想幹的事，想見的人，相約於地平那一邊。明白明天將亮，然後亮了天會黑。良暗最終有天已想到生命，想再生存一次，讓未來還太遠，但目前能高呼可以。一個信念，就算自然，就算有光的路線，請按着行下去，如何地未到都有天，有一天，圓月在變一彎月，雲浪像變千滿雲。從散至今有想唱想幹的事，想見的人，相約於地平那一邊。定達夜了天將亮，然後亮了天會黑。良人睡中有天已想到生活，想再生存一次，讓未來還太遠，但目前能高呼可以。不知道太近或太遠，但目前能高呼虔誠地信我的天，我願意。前面尚有千關路，前面尚有一個信。就算再灰再想唱想幹的事，想見的人，相約於地平隨光那邊。時候就到天光亮，如時候未到天暗黑。從起身一刻到安眠，終有生命，終願生存一次，讓未來還太遠，但目前能珍惜我的每天。不會隨同